这么多好吃的东西，默默一定会很开心。对呀，那我们再来检查一下，等一下要用到的餐具。喝饮料的鼻液杯子有了，吃蛋糕的盘子也有了。这个吃饭的碗，为什么这个也在这里啊？我想说杯子、盘子都拿了，那干脆连碗也拿出来好了。哎呀，小蜜不用啦，我们又没有要吃饭，也没有要喝汤啊，碗用不到。彤彤姐姐，彤彤姐姐，我好像听到猫猫的声音了。猫猫声音来了！你们是在跟我说话吗？对啊，猫猫，你看我们准备了很好吃的蛋糕，要帮你庆祝生日哦。庆祝生日。今天又不是我生日。今天不是5月6号吗？对呀，但是我的生日是6月6号。记错了。这样的话，蛋糕还可以吃吗？可以，你下个月生日我再买更大的给你。尽量吃，尽量吃哦。怎么会记错了？小蜜，是我们记错还是不记？鼻液，杯子，鼻液，杯子，碗，盘子，盘子。小蜜，鼻液是用来做什么的呢？用来喝饮料的。那碗是用来做什么的呢？用来装饭、装汤、装东西用的。很好。那盘呢是用来做什么的呢？可以用来装蛋糕、饼干、糖果、水果、青菜。鼻液、盘呢、碗都是吃饭常常用到的餐具哦。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，张伟亮。